成個巴士牌生晒鏽冧落嚟砸到人，太過分。嗰個牌係跌落嚟嘅時候咧，係個頂圓形嗰一塊鐵咧，係好彩佢係平咁樣砸落嚟。如果佢係直好似把刀咁樣砸落嚟咧，我諗我真係就冇咗㗎啦。巴士站等車遇到無妄之災，觀眾鄧小姐爆料，佢3月1號喺第一城等車時，突然俾巴士站牌砸中，搞到入急症室啊！咁我同我先生咧就兩個咧向住前方就落等巴士啦，我就翹住佢。我 feel 到有一架巴士埋站係好近我嘅，咁冇耐咧，我已經係 feel 到咧我嘅後腦嗰度咧係有一啲好硬、好重嘅物砸咗落嚟 ，feel 到個膊頭都係好痛。咁跟住個頭咧後腦呢一側咧，即係呢一側係好痛、好腫，越嚟越腫。其實當時係唔知發生乜嘢事，跟住我老公先至同我講話，個巴士嗰個鐵通嘅牌冧咗落嚟，砸住咗你。嗰個底咧，我見到已經係生晒鏽㗎啦，其實已經係。鄧小姐即刻送院治療，巴士公司亦派人到場了解情況。入咗急症室嘅，做到初步檢查啦。咁好彩都係冇乜大礙，就轉介咗我去腦外科，即係 keep 住 follow 咁樣。我去到急症室咧，係有巴士公司嘅職員咧，係向我了解事件嘅，亦都俾到個熱線嘅電話我。咁佢就話叫我可以自己打電話去熱線嗰度咧，係了解翻巴士公司嗰個跟進情況咁樣。巴士公司佢有冇真係有人去幫我要自己去跟進翻咯。其實我都有失望嘅，因為到依家咧我都未收到任何人啦、任何單位啦話到俾我知究竟係發生乜嘢事。咁但係當時咧事件發生之後咧，係有一位好熱心嘅街坊咧喺我身邊不斷重複去講嗰架九巴嘅巴士嘅車牌號碼俾我知。咁我當下咧都未意識到，亦都記唔到個車牌號碼。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如果有街坊不斷喺我身邊講呢個車牌號碼嘅話，咁可能呢個意外係關呢架巴士事嘅。我哋現場睇到涉事嘅巴士站牌已經更換咗底座，不過屋苑附近都發現有其他巴士同小巴站牌底部生鏽同破損嘅情況嚴重。你會眼見呢啲巴士站牌咧，其實好多都老化生鏽嘅跡象咧。咁我都係希望即係提高到個警覺啦。我哋因為呢個屋苑咧係住咗好多老人家同小朋友，點解會報東張咧？其實我就係想，即係如果下一次真係再有呢啲情況發生嘅時候，我唔希望傷害到我哋任何一位香港嘅市民咯。尤其係如果老人家同小朋友嘅時候撞親，真係可大可小㗎。就住事件，我哋去信巴士公司查詢。回覆話已經致電慰問傷者，而所有重地式巴士站主都有定期巡查。今次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